歡迎收看2026年4月17日新聞摘要，我係 Sarah。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。中東傾掂數有新進展，特朗普政府宣布有大突破，成功搞到以色列同埋黎巴嫩直接傾偈。協議入面包括伊朗答應暫停核計劃20年，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停火，聽朝香港時間7點就開始生效。相隔34年，以色列同埋黎巴嫩領導人下星期二終於會面，開始正式傾和平。特朗普總統派咗副總統 Vance 同埋國務卿 Rubio 負責監督，確保今次傾到個長久嘅協議。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情況，一有新消息就即刻話俾你知。預算總監 Russell Ford 今日同國會啲議員講，白宮完全冇估算過打伊朗要幾多錢。Ford 話佢冇一個大概嘅數字，佢咁樣承認嘅同時，特朗普總統就要求15000億美金俾五角大樓。另一方面，巴基斯坦嘅元帥 Syed Asamouni 已經抵達伊朗。呢位巴基斯坦軍事領袖，特朗普總統之前叫佢我最中意嘅巴基斯坦元帥，而家就喺度幫手促進伊朗同美國傾和。澳洲今日宣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，未來10年會再多投放530億。新嘅國防策略會搞一啲特別投資計劃，吸引私人資金入呢個範疇。國防部長馬爾斯會喺一個安全會議度發表演說，話澳洲正面對自2戰以嚟最複雜、最具威脅嘅戰略環境。目前嘅國防開支預計佔 GDP 大約2.03%，到2033年會升至2.3%至2.4%，但仍然未達到特朗普總統要求嘅3.5%。繼續本地新聞。熱帶氣旋美拉殘留物正影響住成個昆士蘭，呢個系統早幾日吹到巴布亞新幾內亞，響布幹維爾就搞到起碼11個人死，之後就減弱做熱帶低壓咁話。佢聽晚會響開恩角嗰邊登陸，氣象局就話由麥角里一路到開恩角呢啲沿海地方隨時會落多過100毫米雨，啲濕氣跟手就會響未來幾日向內陸推進。緊急服務部門就叫啲居民而家開始做定準備，繼續留意最新消息。昆士蘭嘅資源行業得到大撐 Yancoal Australia 收購咗 Emerald 附近 Kestrel 煤礦嘅80%股份，呢個係全澳洲最大嘅地下冶金煤項目。呢單交易預計可以保住超過800個直接工位，仲會帶動埋一啲間接請人。Chris Foley 政府就話歡迎呢個投資，話咁顯示咗大家對昆士蘭煤礦產業係有信心嘅。自然資源及礦務廳廳長 Dale Last 就話，政府會致力為業界提供一個穩定嘅營商環境。昆士蘭嘅信任法例50年嚟進行緊最大嘅更新。2025年信任法會喺2026年4月28號生效，取代1973年嘅舊版。主要改動包括受託人處理信託財產嗰陣，會有絕對擁有人嘅所有權力，受託人嘅責任會首次寫入法例。包括要誠實行事、真心為善，並以受益人嘅最佳利益為依歸。而家係本地新聞時間，布里斯本就同樂3 CommonBank 宣布成為布里斯本2032奧運同埋殘奧嘅創辦夥伴，兼且係官方銀行，係布里斯本2032第一個本地合作夥伴。ComBank 行政總裁 Matt Common 話：呢個運動會為社區帶嚟真正嘅動力，仲可以為本地企業創造有意義嘅機會。根據獨立分析估算，喺未來20年會為全國帶嚟高達176億澳元嘅經濟效益，昆士蘭就會有81億澳元。美國 rapper Machine Gun Kelly 準備喺 Brisbane Entertainment Centre 開演唱會，今次佢係嚟澳洲同埋紐西蘭搞 Lost Americana Tour 巡迴 show， 順便就係宣傳佢第7張同名大碟。Brisbane 嗰場會有 Special Guest Honest Tuff 做嘉賓，飛可以去各大型平台買到。今次巡迴會去晒澳洲多個城市，將佢嗰套 rap、rock 同 pop 混合風格帶俾澳洲 fans。今日嘅新聞摘要就係咁多。布里斯班天氣預報有霧，氣溫16至32度。祝你今日愉快，聽日再見。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，請留言、分享同訂閱，多謝。